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9月初3，以弗所书6章10安尼讲，就请上帝全副的正甲，互你月徛在，来抵敌魔鬼遮的诡计。三甲来祈祷，赐阮全副正甲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高至圣，应该受敬畏的上帝。你是大君王，统治全地。你坐伫至圣的宝座顶，做王统治万国。愿要拍摆降服伫你的脚前，也要大声欢呼，唱歌学乐你至圣的大尊名，因为你是全地的王。主啊，伫阮的生活中，魔鬼常常用无共款的计谋，要来陷害阮，互阮落伫陷坑中，要互阮来失败。总是你爱阮穿着全副的军装，你所赏赐的全副正甲，诚做基督的精兵，来勇敢徛在，就阮要来抵敌魔鬼的诡计，来靠主得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赏赐咱全副的正甲，要互咱来抵敌魔鬼的诡计，互咱会通诚做基督得胜的精兵，来荣光伊的名。愿主时刻甲你三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